哎，郑凯那拢你无用啊！我小笑公公坐伫咧遐，你嘛加一个哦。小小，我教你好啊。哦。那个啦，莫用为面结几去。切，啊，来切看看。哪只歹啦？啊，你的手势唔对啊，来，我来。唔喐嘅嘛，去，警察去。我该来了我啊，他跟女朋友也是我男朋友。这也无外人啊，是惊5岁3岁啦。其实我甲艾薇是我读苍蝇学校熟识的同学啊，是对我真好嘛，真甲我斗相共。不过我甲伊只是普通朋友啊，我无交往啊。我一直都嘛是安尼想的，啊，所以郑凯，你今晚确定是单身哦？我确定啊。所以是我误会啊。那呢，啥那迄天伊困伫你遐？啊，伊就烧酒醉，讲要困我眠床，所以我就另外困，我甲伊困涂骹啊。小秋，人郑凯已经给你介绍到安尼啊，搁要误会人。对啊，我想要问你，到底介意林伟玲啥物？我介意什么？讲到这哦，你就先生啊，人威廉帅气啊，多金体贴，风度好，性格好，跟你完全颠倒变啊！我介意嘛是正常啊。好啦，你算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选你好的对象。那呢，咱以后是不是咱卖个互相拓展，继续做好朋友？咱本来就是好朋友啊，不过咱的友情是靠吐槽来维持的。叫我莫给你吐槽，我真正就痛苦啊！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过啊？互相闹开求进步。我会当宽宏大量原谅你，啊，不过拜托，你甲你好朋友讲一下好无？莫我找我的麻烦啊！我现在无讲介好哦，你若讲惹我是会甲教。来来，我叫伊生意做狂犬压底。我是狂犬，我今晚搞你看。爸，哎，你真正好搞